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出国留学，聊一聊中产家庭这个出国留学的事情。今天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它标题就叫陪娃留学的中产家庭开始逃离东南亚。如果关心过留学、关心过移民的人，甚至还有关心过养老的人，恐怕都或多或少了解这个有一阵子有一股风潮，就是把孩子送到东南亚，或者自己到东南亚去养老、旅居或者做那什么数字游民。比如说去泰国、去马来西亚。原因呢，恐怕是一方面这地方跟中国关系恐怕还可以，然后当地的这个中国人也多，当然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免签，对吧？或者签证相对容易，这个签证比较友好，所以有一段时间不仅兴起了去泰国去留学，甚至还去泰国养老，还去泰国买房的，还有很多人，对吧？准备移民到泰国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甚至有一阵子还出现过这个买房，一群人在那争端莫中的各执一词，你骗了我，我骗了你，对吧？这个闹得也是纷纷扬扬。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很多国内的人都去泰国或者是马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他这篇报道主要是选了几个主人公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跑到马来西亚或者跑到其他地方，把孩子带过去留学，但是又是种种原因又回国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他这文章刚开始说他说过去2年东南亚经历了一波低龄留学的热潮。2019年至2024年，马来西亚国际学校学生增加了11%，达到了11万以上。推动这波热潮的是大批的中国中产家庭，他们有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逃离内卷，有的则希望孩子能在更好的英语环境下实现弯道超车。他说然而在短暂的热情过后，也有大批家庭开始退场。高性价比的背后是语言的难关、家庭的分离和对学习模式的不适应。这些举全家之力来到东南亚的中产家庭，没能逃离对下一代的养育焦虑。第一个主人公是上海的一位白领，叫小杰。这个小杰说庆幸在自己出国前没有放弃家里学区的学位。今年春节，他带着女儿从马来西亚回到了上海公立小学2年级。第一个学期，一家3口都过得非常痛苦，说孩子上课听不懂，连跳绳都不会，夫妻2人每晚盯着哭闹不止的女儿完成作业。开学的第3个月，在一家人的努力下，女儿的语文和数学总算及格了。小杰也终于得以重新找一份工作，回到了阔别2年的职场生活。这个2年前带着女儿到马来西亚的生活的决定，小杰并不后悔。他说毕竟那个时候自己生活卡在一个节骨眼上，急需做出一些改变。这个小杰原本在外企工作，夫妻2人都是上海独生子女，实际上这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生下女儿后，小杰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就在家附近居委会工作。在这期间，他刚好经历疫情基层工作压力这个大家能想象口罩期间他也在居委会工作，那这个正是扛压力的地方。说3年几乎没有请过假，一走进单位就感觉心情低落，有些轻度抑郁的倾向，逐渐萌生了想出国散散心的想法。本着离家近的原则，小杰选定了东南亚，又在比较热门的泰国和马来西亚选择了马来。相比泰国使用泰语更多，马来西亚有3大种族，华人也比较多。槟城是马来西亚第2大城市，城市面积相对小，岛上几个国际学校相距不太远。小杰认为这里更方便他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给女儿选择学校的整个过程都是小杰自己靠搜索社交网站给学校发邮件完成。一所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回复很积极总之等女儿就去了那儿上幼儿园。这个国际学校比女儿国内的幼儿园大得多，校园里还建了游泳池。探校的1周里，女儿配合度很高。这个槟城的交通不像上海一样四通八达，女儿肯跟着小杰四处奔波，给了小杰很大信心。所以小杰他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在槟城带着孩子生活完全没问题。实际上
在槟城的新生活开展的也很顺利。小杰租的高层公寓，房租大概就是3000元人民币一个月，那确实不算贵啊，也不算便宜。房子有80多平嘛，没有公摊面积。但是啊，在安逸中，小杰逐渐觉察出一些不满意。1年级开学后啊，女儿班中22个人，包括她在内有3个中国孩子，另外2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同样来自上海。他们是和另一对母女搭伴过来的，2个妈妈带着3个孩子，和同期来到马来西亚的中国家长交流。小杰发现他们对这里的期待大多是逃离内卷，给孩子快乐，但小杰接受不了放养。小杰一方面自称不是一个鸡娃的家长，在国内对孩子的要求是考试起码要及格，但另一方面他觉得孩子很难有真正的自觉性，如果家长或学校不管得严一点，孩子就不会主动完成一件事。在槟城啊，说女儿的小学生活非常轻松，没有作业，老师对孩子非常温柔。据小杰了解啊，如果在国际学校升入初中，学习量就会逐渐增加，到了9年级还面临选科，但学校依然是宽松的，老师是不会逼迫孩子学习，全靠孩子自己自觉。所以小杰他就担心自己女儿啊就放养了，这样懒散下去，恐怕到时候连个大学文凭都拿不到。比这更严重的是，小杰啊低估了一个人在海外生活的这种难处啊。一个人带孩子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比小杰想象中更困难。小杰从没当过全职妈妈，1年半的陪读生活让他感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消失了，生活几乎完全围着孩子转。他需要7点把女儿送上校车，回到家里买菜做饭，把衣服洗洗晒晒，就到了中午。1年级放学很早，小杰要下午2点半左右到校车站点等着接女儿，陪着女儿玩。马来西亚每年有50多天的公共假期，听起来令人羡慕，但到了假期就意味着全天带孩子，而当孩子生病住院时，小杰更是孤立无援。这个小杰的先生需要在国内工作，在马来西亚的第1年，先生每3个月都会来一趟，待1周就离开忙工作。2024年春节，小杰的先生开始自己创业，变得更加繁忙，有半年时间没能过来，夫妻2人开始频繁爆发争吵。小杰希望先生过来陪陪自己和孩子，但先生说自己忙不过来。小杰心里也明白，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开销都需要他来负担。他没有说错，他更担心是父女之间感情正在变得冷淡。每次视频通话的时候，女儿最常找爸爸做的就是买东西，然后先生就负责打钱过来。在这期间，小杰的父母也来过一次马来西亚，父亲常抱怨出门都没有早餐点。小杰逐渐也觉得，虽然这里的气候很好，空气也很好，但好像也仅限如此。实际上啊，也就是对异地生活啊，过了那个新鲜期之后，对吧？那种感兴趣啊，开始逐渐退潮，那些缺点就浮现出来。你想，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槟城，那差距那恐怕不是一点半点。这个小杰逐渐就认为了啊，这个槟城啊种种不便，除了榴莲便宜，其他的消费还不低。看着无法来马来西亚的丈夫和英语飞速进步，中文开始变得颠三倒四的女儿，小杰终于提交了退学申请。另外一个主人公啊，就是叫刘艳，她跟小杰不一样，她没有小杰这样有退路啊。这个刘艳来自杭州，儿子此前在公立初中读初3，因为孩子成绩一般，她原本的计划是让儿子在杭州读国际高中，但私立国际学校收费高，好的公办国际高中名额有限，他感觉儿子有点悬。刘艳有朋友的孩子在马来西亚上学，推荐他来看看。刘艳一边旅游一边叹笑，很是心动。一切国际高中对语言的要求不算高，学费大约每年8.5万人民币。他计算啊，加上租房生活费和补课费，每年大概20万。他认识的另一个孩子，同年去了杭州一所不错的民办国际高中，每年学费加注册费也要交给学校20万。也就是他跑到马来西亚去读，和在杭州读那个国际学校，就是民办的国际高中啊，花费是差不多的，综合花费啊。所以这个刘艳呢，他到马来西亚考察了1个月，就让儿子请假过来。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出乎意料的是，儿子的考试成绩比他预想的要好，中文和数学都拿了 A。根据马来西亚当地的升学要求，3门 A 就可以报考当地的专科，5门 A 就可以读大学预科。现在已经有了2门 A，刘艳觉得
得这样起码考进当地的大学不难。但真的入读之后，刘晏发现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是语言关，初中时刘晏的儿子英语和文科成绩就不错，他本以为英语的过渡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但他发现不是来了全英语的环境，孩子的英语自然就能好起来。不少中国学生坚持了半年就离开了，因为语言实在跟不上，全英文授课，孩子听不懂，也不会下笔。本来出于语言的担忧，刘晏特地为孩子选择了吉隆坡一所外教比例占70%的学校，一个年级3个班60个人，只有5个中国学生。但他还是没想到，平时这5个中国孩子更习惯一起拉群活动，那肯定是不利于他这个英语，对吧？如果最好是跟这个当地的或者别的国家的孩子在一起玩，那有利于他的英语这个提高啊。刘晏啊，那当然是希望儿子能够走出中国人的圈子，多和其他国家的人交流。当然，这对于内向的儿子来说并不容易，孩子也受煎熬啊。当地的其他孩子都是从小到大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拥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哪怕是华人圈子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也很难融入进去，对吧？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人家在聊什么，就是你聊什么 get 不到别人的点啊，就是很多梗啊，很多这种心神领会的吧，潜移默化的东西是需要长期在一起，初来乍到的很难融进去，加上语言还不通。刘晏自己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和一个华人家长关系不错，希望能拉自己儿子加入他们孩子学习小组，但那个家长告诉他，孩子的事情孩子自己沟通，家长不要介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学校过于佛系，也让刘晏很不适应。早上8点45上课，下午3点就放学了，作业也没有，国家一直在放假。刘晏意识到马来西亚国际高中的学习更多是靠学生的自律。刘晏在儿子初中时是家委会主任，每天管理着很多班级家长群，对着群消息核对儿子的作业，手机叮当响。但马来西亚之后待了1周后啊，他就发现这里的班级、年级、学校群一个都没有。他跑去问学校招生的老师，想问问儿子班主任是谁，对方告诉他孩子都上中学了，让他不要再管了。儿子所在的学校提倡无纸化教学，课件和书本试卷都在 iPad 上。刘晏也对儿子的定力感到焦虑，父母不可能随时盯着他，你不知道他到底在玩游戏还是在写作业。现在他既收不到学校的通知，也看不懂英文，成绩都是学校通过邮件发给他。虽然走到儿子身边，他表现出一定是学习的状态，但刘晏还是干着急，我该怎么监督他？到了10年级，刘晏的儿子又面临选科的问题，从低年级开始读国际学校，一般会在初1、初2选修不同的课程，确认自己未来的兴趣，为分科后啊主修为升学做准备。那刘晏当然不知道啊，两眼一摸黑，也不知道当地的孩子是怎么选的，然后自己儿子也是懵懵懂懂，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在亲戚的启发下，刘晏早就想好让孩子学护理学，用专业打破学校的壁垒，也方便今后找工作。刘晏逐渐开始担心未来考马来西亚的大学，自己的儿子恐怕还没有在国内读国际高中的学生优势大。入学之前，中介向刘晏宣传，如果能来马来西亚读高中，当地的大学考试会更容易，不需要走国际生的通道。刘晏来了才发现不是这回事，从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申请当地最好的马来亚大学，依然要竞争国际生的名额，唯一的优势是不需要另考雅思成绩。刘晏听说国内的国际学校更注重标化成绩，会把分数刷到很高。如今啊1年已经过去了，刘晏认为儿子还没有通过语言关，同期的5个孩子没有人能完全听懂学校的课。更糟糕的是，因为国内的基础教育比国外进度快，数学还可以在前2年吃老本，但现在眼看老本也快吃完了，几乎所有中国家长都在额外给孩子补课。刘晏一起来到吉隆坡的还有一位杭州妈妈，她的2个孩子，一个3年级，另一个刚上初中。出国前卖了在杭州的房子和车，发现孩子学习不如预期后，这对夫妻果断决定把孩子送回国上学。但刘晏已经没有这种回头路，他的儿子放弃了中考，回国也不能进入更好的国际高中，那就只能既来之则安之，硬着头皮把这条路走下去。你看看多折腾吧，对吧？去马来西亚折腾个2年，一看形势不妙，又要回国。这个小孩啊，就这么折腾啊，对吧？这成绩不错的，恐怕也已经折腾的差不多了。这个文章最后他说啊，躺不平的家长。
在马来西亚的2年，小杰亲眼看到像他这样想要出国试试的家庭越来越多。但是疫情后来到马来西亚比较早的一批家长，到了2024年开学，小杰明显感觉到中国家长变得更多了。在相邻的泰国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陈亮2018年随着先生带着2个孩子来到泰国，在芭提雅生活了7年。芭提雅是泰国的经济特区，聚集着大量世界500强企业。他告诉本刊，当时像他这样主动出走的家庭并不多，更多是家长在泰国工作，子女随着父母在国际学校读书。他大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在当时班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是持有美国护照的华裔小孩。但从2023年9月新学年开始，学校突然涌入了大量的中国学生。他看到自己小儿子的学校手册，从照片和名字判断，一个班20多个学生里有将近一半都是中国孩子的面孔，这以前是清迈才可能出现的情况。陈亮说性价比和语言环境是家长们出走东南亚的主要原因，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性价比考量背后是复杂的教育选择。实际上我觉得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口罩期间，口罩导致的有很多家长焦虑，选择出走。许多家长在选择东南亚国际教育时，并没有了解到确切真实的信息。陪读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中介市场混乱推动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许多陪读父母会运营自媒体，给学校介绍生源，因为个人中介缺少整体调研，能介绍的学校常常只有自己最熟悉的几个。一些招生困难的学校甚至会给家长代理的名额，介绍一名学生入学会得到首年学费10%到20%的返点。于是中国人就开始坑中国人，对吧？一个拉一个，一个带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拉一个，一个坑一个。在来马来西亚之后，小杰经常刷到网上帖子，声称10万元就能来马来西亚读国际学校。他对此嗤之以鼻。留学的家长都会有一笔自己的账，加上假期带着孩子旅游。小杰算下来，自己在马来西亚1年半大约花了40多万元。他强调，国际学校的学费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马币对人民币汇率也从2023年的1.5涨到了1.7。所谓的10万元留学并不现实，对吧？去了之后才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刘燕来到吉隆坡后同样发现这里的物价要比杭州略高。由于气候原因，许多国内常见的蔬菜在这里都要依赖进口。除了榴莲和其他的热带水果，这里并没有太多的价格优势。过去的3年里，马来西亚的物价正在普遍上涨。许多家庭并没有做好面对真实的国际教育现实准备。作为中介，他一般会推荐父母一起来陪读，但这种情况总是极少。那父母来陪读，那父母靠什么赚钱呢？光谱的两端一边是完全相信国际学校教育，放下鸡娃执念躺平的家长，另一边是做好准备来弯道超车，立志卷进藤校的家长。有家长说我在上海卷不过别人，来这里一定卷得赢，也就是说降维打击。回国后的第2个学期，小杰的先生给女儿报了晚托班，老师的监督比他们夫妻有效得多。女儿终于能在7点前写完作业。小杰答应女儿，只要她作业完成的早，就可以带她出去玩。他带着女儿每周去游2次泳，在国内教练的陪伴下，他决定让女儿把游泳姿势一一校正。同时，小杰要求女儿的接送、家长会都必须是爸爸参与。父女的关系在逐渐恢复，小杰也从焦虑的状态解脱出来。文章最后说教育从来不是选定一所学校能解决的。小杰记得有一次先生去开家长会，老师问到那些孩子说哪些人10点前睡觉，只有他先生一个人尴尬地举起了手。为了避免自己对孩子学习过度焦虑，小杰还会避免接触太多家长。他认同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但至于将来是继续读下去还是转入国际学校，他决定等女儿长大些再说。这就是3联生活周刊关于这个中产家庭把孩子送到东南亚上学这个一个报道这个实际上对有孩子的这个网友或者读者来说其实很有意义。
有那么一阵子啊，确实网上流传一种就是风气啊，或者叫某种介绍，或者是宣传，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个东南亚上学，什么泰国、马来西亚。实际上我也考虑过，我不是考虑把小孩送到国外上学，我是考虑过这种现象，因为我身边就有人这么干。但是在我看来啊，他们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什么叫不成立呢？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好，他纯粹是冲动。这玩意儿不是消费呀，不是买辆车，你说我一冲动我就买辆好点的车，对吧？这种教育有的时候还涉及到移民这些事情，不是冲动能决定的。但是啊，在我看来，这些家长他们的决定都是冲动，都是情绪化的，这个占主要原因，对吧？比如说啊，前几年有一波啊要全家举家转移到泰国的，多多少少都是情绪决定的，因为那个3年口罩啊，有很多人他害怕了。实际上你看啊，这个文中的主人公小杰就是受这个影响，他把他孩子整到马来西亚去上学，他完全不知道为啥，他纯粹就是因为自己想出去散散心，完了顺便把孩子整到马来西亚去上学，在那待了2年也待不下去也回来，你说这不叫折腾吗？所以我的观点啊比较简单，其实把小孩送到哪儿上学，这个没有对错啊，只有适合，就适合你是最好的，你没有什么对错啊，对吧？你把他送到美国上学，你要有这个能力也可以，就是没有对错，只有适合。有的人把他送到日本上学，有的人就在国内上，但是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盲目的，就是他为了把他送到国外上学而上学，他不知道送到国外上学到底第一个是目的是什么，第二个他会遇到什么困难，也就是他的困难预计不足，他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实际上他是没有想到的，他没有去提前去应对啊，说就我要遇到困难我怎么办？就比如说小杰这种吧，你把孩子带到马来西亚上学，那你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让他在这儿参加高考，那他上1年级就去了啊，幼儿园开始，那这至少得10几年，这10几年里面，那你就是跟你老公两地分居，这是现实情况啊。要么你老公也移民去了，到了马来西亚，在那边找工作上班，否则的话就是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吗？对吧？你说他能1个月、2个月、3个月跑一趟，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不要说费用了啊，就是时间上他也受不了，对吧？如果她老公在国内是个普通牛马，他怎么可能3个月能挤出时间去呢？待1周，这都是不现实的问题，对吧？纯粹是他自己就没考虑清楚，盲目决定，最后导致小孩跟着后面吃亏受苦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你要在马来西亚上的大学又能怎么样呢？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有人就说了啊，我把小孩送到国外上学是为了避开这个，对吧？不好的教育模式，这个说法似乎也成立啊，对吧？他就觉得啊，有些地方的教育那就是洗脑式教育不好，对吧？我去日本去泰国，我觉得这种说法成立，但是你避免洗脑式教育，你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啊，对吧？你首先得考虑啊，避免洗脑式教育有哪些办法，有哪些路径，你选择这个路径是不是最优的，或者是最现实的，最具有可操性的？这不是正常人想法吗？为了避免洗脑式教育，那换个地方能解决吗？对吧？你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你才能得出答案。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啊，就是说我去泰国就好，逃离这个环境好了，似乎在那儿孩子就受到教育就是那种比较完整的，实际上不一样啊，根本就不是。就是你是理论上啊那样教育避免了洗脑式的教育，但是啊你从一个坑恐怕又跳到另外一个坑，就那边有那边的问题又要解决。也就是咱们说通俗点，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日本的教育不错，你把他送到日本去，但是这里面也有好多问题，就是他在日本教育完之后，你指望他以后是要回国呢，还是在日本待着，对吧？你这些问题要不考虑清楚，你所有的决定都显得盲目性啊、盲动。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说他以后就在日本待着，最好移民。就像那个富鹏说的，他儿子在日本留学，对吧？那就最好就在日本待着，找个日本富婆啊入赘，对吧？你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啊，那都无所谓。你的目标清晰，对吧？去送他去上学，最终是要达到这么一个效果，那他以后就在日本待着了。实际上很多家长他没想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跟我们家孩子正好是幼儿园呢同班，然后后来就面临上1年级，然后他就很厉害，他就是通过我不知道他怎么整的，他媳妇先去加拿大什么参加什么考试啊，高考还是什么，反正是先头1年是预科，第2年上大学他媳妇先过去，然后他媳妇过去了就可以把他女儿带过去，然后他又跟申请什么家属，反正他也过去了，一家3口就这么去了加拿大。但是走的时候我请他吃饭，我就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去加拿大？他问我为什么非不走，非要在这待着。我们俩人是就是完全聊不到一起去。他在国内也有生意，比如说这个他以前投资民宿，那个经
经济型酒店啊，主要做这个加盟，乱七八糟的。他跟我说的啊，去加拿大把孩子送那儿上学，实际上就是要避免啊这洗脑式教育。不过他应该是因祸得福啊，我不知道他孩子送到加拿大之后什么个情况，因为现在不怎么联系。但是他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疫情之前，大概17年，2-3年以后啊，不就爆发疫情了吗？那个连锁型酒店呢，不都受到冲击吗？所以我觉得他啊，对吧？早早的跑去加拿大了，那好歹他也会套点钱出来。因为到了加拿大，他要生活啊，对吧？他在那边有钱呢，肯定是套出一部分钱跑到加拿大。那在国内对吧？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他恐怕深陷其中啊，对吧？所有的资产都在这个连锁酒店上。那疫情期间，对吧？口罩期间一网打尽，为了去加拿大移民，对吧？好像一家3口要移民，不打算回来了，那他肯定要套现一部分钱去啊。所以说他恐怕损失就小得多。这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我还认识一个人啊，以前是我客户，他最早的时候是三飞啊，也就是做手机的啊，就是飞利浦一个手机部门，很久以前了啊。他这个副总在国内啊，那妥妥的是白领、经理，对吧？这年收入那非常高的，在北京好像他跟我说5-6套房子，在万达买了一个写字楼，就是那种公寓啊，也是的，死乞白赖的要移民到加拿大，然后到了加拿大还做移民监，他跟我说在那儿待够好像半年还是多长时间，我记不太清楚啊。总之他要在那儿做移民监，后来过了大概3-4年回来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然后我问他在加拿大干啥，他说我在加拿大好无聊啊，找不到工作。那他以前在国内是家外资的外企的副总啊，他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那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太无聊了，我天天摆地摊，天天摆地摊。他说到哪个市场去进点货，然后在他们家附近有个小市场，在那儿就天天摆地摊。他肯定不是没钱啊，他在北京他的好几套房随便卖一套，他就是无聊摆地摊找不到工作。我还有一个同事那更厉害了，传奇人物，就是我的同事啊，他就一门心思的要移民到加拿大，而且他不打算给中介花1毛钱，所以他所有的手续都是自己在那个加拿大那官网上啊自己去申请，自己去填，所有的材料自己提交，自己去大使馆排队，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他这个非常曲折，他一共搞了大概7-8年。他中间为什么搞7-8年呢？他是技术移民啊，他为什么搞了7-8年？是因为中间有一阵子加拿大好像是关闭了冻结了那个移民吧，冻结了好几年，大家自己查一查啊，应该有这个事，正好被他赶上了，对吧？叫点儿背。后来加拿大一放开，好像他又行了，带着媳妇带着2孩子，他是技术移民啊，没花1分钱，他除了给网站给加拿大国家交钱，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什么材料费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自己啊全程自己搞定，很厉害。但是他到了加拿大之后，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其实啊，移民不移民包括因为你小孩去国外上学，马上下一步你要考虑的恐怕就是移民了，对吧？这些东西就现实问题就摆在你面前，你不移的话，那小孩以后那还回国是吗？你要在马来西亚上的大学，你回国之后啊，你的竞争力啊不一定比在国内上大学的强，说不定还弱得多呢，没有什么优势啊。当然了，你说我把目光就看在海外，对吧？因为现在中企啊不都要出海吗？出海它就需要海外人才，对吧？如果你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我准备回国内找工作，那你没有任何优势，所以一定要想明白，对吧？你花了大价钱在海外留学，如果仅仅想回国找工作的话，那是本末倒置。所以无论是海外去上学，最后导致移民这一套啊，这个流程啊，还是要把它想明白。就是我说了，没有最佳的，只有最合适的，就适合你才好。加拿大非常好，但是要不适合你，对吧？你去了之后你不适应，那也是受罪啊，对吧？我还有认识一个人呢，他在国内啊是那个帽子叔叔，但是他媳妇非常厉害，他媳妇后来出国留学，在美国一个大学当了终身教授，而且还挺有名气的。后来国内啊，这个长江商学院各种商学院不要请老师吗？请海外老师，他媳妇就经常在国内啊长江商学院给人上课兼职嘛。但是现在很少了，现在都不让了。这个因为受这个中美之间啊这乱七八糟问题。我说的是这个帽子叔叔啊，那他媳妇在美国的吧，终身教授，那他在国内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辞职了，去了美国。你想一想吧，他以前在国内那是吃香的喝辣的。这个大家都能想象的是吧？黑白两道，哪天不是热热闹闹的？结果你想，这种人一到美国，那不就相当于在坐牢吗？他是没办法去找工作的，也找不了工作。当然了，他不为生活发愁，对吧？但是收入，他媳妇收入肯定够的。但是你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真正的说让你闲在那儿也是受不了的，对吧？这个对人也是个考验呢。所以他天天在那钓鱼、研究烧烤，然后天天接送孩子就是上学、放学什么的。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啊。不快乐，就盼着国内啊去个朋友，那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啊。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啊，还要回到教育。所以说啊，这个咱们说来说去就是教育这个事情，因人而异，对吧？适合的是最好的。
不能盲目。这个20年前不是这样，20年前只要你出国了就行，你回国啊，对吧？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家就要高看你一眼。但是现在国内已经不是这样了，国内对吧？这个各种机构啊，各种这个单位也变贼了，所以你说海外什么学校，他要查的，这学校在排名是多少，是不是野鸡大学？不是说你你是海外这个留学回来的，他就得要你，不是这样子的啊！现在已经越来越这个，甚至啊，你要是海外什么学校，不是什么名校，那很多人一概就认为这是野鸡大学，不要跟我讲，对吧？讲了没用，听不懂，你就自信了，对吧？现在提倡自信。实际上啊，我在以前介绍过这个财经网，它有一篇文章调查报告啊，它标题是叫是投资还是消费，叫全球化退潮下重估留学价值。所以关于教育，我也说过很多回，对吧？就是看你的家庭条件。如果你说，哎，他出国留学花200万，但是200万对我来说小意思，那孩子也愿意，那你就去啊，对吧？那你不去干啥呢？如果说你就没这200万，这200万有，对吧？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的。然后孩子呢又不愿意去，然后你这逼着去的，小孩根本就搞不懂为啥要留学，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道德绑架，对吧？你动不动就说，哎，我省吃俭用啊，供你在国外上学，你就这样，对吧？你对得起谁啊？这个就变成一个悲剧。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是小孩愿意上，小孩特别想到国外去，对吧？他有这个志向，那你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有条件，尽量争取，对吧？满足他这个愿望，实在没条件呢也算了。你也只能等他长大了自己去实现。简单点说啊，就是小孩的意愿和你的财力能够达到共振是最好的，同频。然后把这个教育啊也当做消费，对吧？你不能把它当做投资了，因为现在如果当做投资，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毕业了，大部分极有可能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就变成一种消费，就是纯粹让孩子啊去开眼界，对吧？到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人生，看看不同的风景，跟不同的人打打交道，就是消费。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啊，实际上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产。为什么中产冲击最大呢？就是因为中产的这种想法比较多啊。你普通家庭啊，他根本就不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因为他还没到这一步呢，他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他就没这个烦恼，是吧？所以只有中产家庭他才会有这个需求。正因为有这么多需求啊，所以说中产家庭只要稍微受点波动，对吧？有一个人失业，或者是投资的事情失败，那整个的家庭就返贫，那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最后连累了孩子。所以说啊，说来说去就是说，如果要出国留学，对吧？在国外去上学，还是考虑清楚，对吧？然后把困难预计足一点，来看能不能克服，然后最后再决定，不要盲目，不要盲动啊，不要自我感动。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